疫情解封了后，真侪人拢出国佚佗。因为日本来台湾观光的人数是恢复了真慢，目前敢若是英国人数的一半尔。所以观光署举办相关优惠的活动，甲日本合作，招到上千人的旅游团来台湾促进观光。不过有学者嘛提醒政府，都要重视旅宿，也佮有服务业欠工真严重，也佮有观光业人才流失的问题。见面三一个参乌醋肉素招牌打面配一道台湾小菜，日本旅客食甲真有滋味。这届来台湾的行程4天3暝，行7县市，大部分的团员拢是头一届来台湾。疫情了后，搁再来佚佗，也是感觉真亲切。方々、お店の方からそれこそ道歩いてる人からですね、すごく優しい手伝ってくれたりとか、道を教えてくれたりとか、本当に親日っていうのを感じますので。それと台湾全体全国に至る所に日本の文化がですね、こうずっと伝承されて伝わってるなというのを感じると、台湾って本当に親日なんだなと。观光署表示，日本伫疫情前是咱国第2大入境旅客来源国，不过目前敢若疫情前的一半，主要是因为机票较薄、出国较贵，日本较慢解除防疫规定才会影响，所以特别对日本市场提出护照优惠。另外，国举办游台湾相片评选活动，也甲台湾旅行协会合办1000人来台湾的客位，成功招到1000多人的游客。不过，接待台湾导游嘛讲，疫情了后，因为欠工的影响，团客等待时间会较久。客人因为人手不足，我们要请他们就是自己照顾自己的这部分因为比方说行李啦然后因此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团体的整合。人手不够，那每一位员工他必须要负担的工作就会变得比较多。那这当然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服务品质一直有受到一些质疑的原因。面对旅宿甲服务业严重欠工，学者认为疫情了后人才流动已经请无人啊，甚至台湾饭店柜台服务人员拢去日本请去。政府一定要重视观光人才流失的问题，以免影响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